停机车，这个车堵啊，到底是爱堵中条，或者是堵边啊咧？引起着网友热烈的讨论。 停机车到底要立中柱还是踢侧柱，常常会有争议。有网友把车子停好之后呢，就被贴上了一张贴纸，要求他得立上中柱。但是这张电管写踩中条啦会打折，有人感觉真无聊，也不过嘛有人认为讲确实有必要。就是会习惯立中柱啊，因为比较不会妨害他人进出。台北市的空间就是停车格比较小，所以中柱会比较省空间。明明是车子可以很顺利的放，然后因为它立侧柱，变得我的车挤不进去。实际来做一个测验，机车踩中条较稳定，机车的空间嘛变较大。若是踩边条，就会卡着空间，影响到其他的车辆。若是以台北市停车格来算，以现场的状况，空间大概4公尺，踩中条大概会当停5台奥多麦。若是踩边条，可能敢会当停4台。另外，网友民众讲到，机车后座卡踏板若是无收起来，卡倒定定会去弄到。通常是脚踏比较会影响到，没注意到，你脚就走过去，然后就擦到，就可能有擦伤吧，或者是会痛这样，对啊。 要收了。骑奥多麦对大部分的民众来讲，虽然是生活日常，是讲到底安怎停车，嘛变作是讨论的问题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